講到腸胃炎嘅預防咧，個人衛生抵抗力咧都非常重要。如果我哋講話環境衛生嘅清潔咧，啲家具嘅表面啊，咁梗係緊要啦。有研究顯示啊，我哋定時清潔家具嘅表面咧，係可以減少大腸桿菌嘅感染嘅。咁咧，好多人啊，甚至係醫生都可能忽略咗嘅，就有啲細菌咧可以形成個生物膜包住自己，就免受咧一啲消毒藥劑嘅傷害。咁即係話咧，要殺死佢就冇咁容易啦。咁如果啊，我哋清潔家具嘅表面，淨係用一個點對點嘅方法清潔完之後，轉頭掂一掂，打個乞嗤又污染翻咯。所以一定要揾個方法咧，係能夠咧持續咁樣消毒，咁就最理想。講到咧家具表面嘅清潔，平時我哋會諗到就咁抹啦，可能會用一啲係化學嘅清潔劑啊，或者消毒液啦。清潔嘅時候咧，你係一個點對點嘅方法，就唔係一個係整體個表面咧可以清潔嘅方法。第二咧，所有啲清潔方法都係好短暫嘅，就係因為我哋清潔完之後，轉頭咧我哋掂一掂啊，或者係打個乞嗤啊，成個表面又已經污染翻啦。咁所以我哋其實咧係需要一個方法咧，能夠咧係24小時持續咁樣減少家具表面嘅致病微生物。嗱，講到家具表面嘅清潔咧，有啲好重要嘅咧，就係我哋要知道啊，喺家具表面如果唔乾淨嘅話咧，好容易交叉感染，特別係好似大腸桿菌呢一類嘅細菌咧，喺餐台上面啊，最容易傳來傳去噶啦。所以如果我哋能夠有個方法啊，係令到家具表面持續咁樣可以減少致病嘅微生物咧，咁就理想啦。